洪台扫过南台湾这南部水库水势已经甜啊，不过关火中心说的欠火，目前南部的关火中心库存无够3天，鼓励民众大家做伙来做爱心。因为海葵风台影响，来地属南部火库是真欠，尤其是 A 型甲 B 型的火上欠。会当看到真侪民众当咧关火，有民众平常时就会固定来关。有民众是听到南台湾欠火消息，赶紧来倒3工。本人就是想要帮助别人的意愿。这次刚好碰到这次缺血的情况蛮严重的，所以就号召朋友一起来捐血。受到海葵风台扫过南台湾影响，南部2天是停班停课，所有关火活动拢暂停。地属和南部关火中心提供予嘉义以南甲澎湖火库量存无3天，比原本估算的货量是减6000地左右。以前来讲的话，阮来摆伊个库存啊，火球的库存话，差不多爱8天。那因为即届风台多伫阮的礼拜跟拜一，所以阮整个货量啊，就是减差不多5、6千地。4种货型拢足欠的。所以，请各位民众吼，这几天若有闲，斗阵出来关火。高雄关火中心表示，因为中心逐天拢需要2100地火提供予病院，目前全部的火型拢真欠缺，上欠的就是 A 型甲 B 型。若是无赶紧补充火库量，上紧这礼拜南部就无火通用，对病患有真大影响。记者钟依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